根本是爱芒实许多嘅外道，未系你中国最困嘅味素。红喺度嘅壁红，麾下嘅全系从嘅大国嚟食。慢来儿就得看到残体嘅历史，按勇敢气息嘅地方，也摆立场，我爱大帮上嘅细妹来认识金门。我系廖永轩，大家人系爱睇的。有人讲我用食物写诗，有人系我食物艺术家。我用食物来描写对事情的感受，体验人老人的关系。系讲有人因为我嘅料理感同到，该系我做处事最大嘅满足。礼拜我会对处事专做旅行人，去到大只国条，用料理来记录立场。我老旅行变做一品菜。条日日，我启动做来嘅奥多拜，唔管去到哪，都会看到一座桥。我当后期上爱去强调嘅，去看看啊。大哥，请问有什么事吗？我想找家珍。家珍哦，我们这里是大小工区哦，非工程人员不得进入哦。哦，配的，家珍，我是家珍啦。Hello，我们是因为你来，有先帮你做申请了，不然呢，我们之前呢都不可以让任何人来做来这个大桥。是，现在还在施工的阶段，所以等一下呢，穿上我们的装备，我就要带你上桥喽。哇，好，马上。我忘记帮你拿菜了。哎，你确定是做工程的吗？我是做工程，我内心有一个幽默的细胞。那我们走喽 ，Go Go！ 这座桥总有5.4公里，是台湾最长嘅跨海大桥，连接台西金门两片，回通了后，时才10分钟驶到嘞，就得推铁山呢，共去千千小小用铁12年的时间，总算来读2022年10月正式通车嘞，通车前1年。我系挑一个来到两边的外人，启动两台奥多拜，一项非正式嘅样数。喊做得坐等共苍生，喊卡群来看两座桥。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的公车啊，但是我们没有不爱坐，每个人都是这样站着。对，那所以呢，配的你可以这样看，我们总共有73根的墩柱。那其实金门大桥最主要可以从海
海底下讲起。海底下就是先打基桩，因为呢，我们的根要扎得稳，我们的桥呢才可以成为屹立不摇的百年大桥。那个胶质混凝土的时候，就那个是用这个，对，然后靠过去，然后所以它那个杆啊就特别的长。我们在定位的时候，跟风速太强，我们都不能施工。所以它其实施工难度很高。对，它施工难度很高的地方，就一个是风，第二个就是高度。刚刚有说到，我们是做了532支嘛，那它的总长度是20880公尺。那你猜猜有几座101大楼？几座？100座。41座的101大楼，在我们的金面海道下面，为我们金门大桥撑起一个坚固的样子。从底下看上面，真的有不一样的感觉。工厂人员老来讲，俩粗巧为大哥海带硬当当的化工室，来起桥墩，过上好的克服强风、猛然、太浪。从爱俩下渡穿河，浪太多爱起唔踩。不过爱面前有股嘅价值，其实当岸人自才嘅起灯。现在跟这个海在搏斗，我们也没有在偷懒，我们的工期就是这么长，我们的同仁24小时在轮班。你说我们有偷懒吗？我们有多辛苦？也是看天吃饭哦。做橋我冇辦法停數，用料理來表達我嘅心意，切腿冇問題。我用客家嘅板條來搶做勢嘅工商人員，冇限幾日食完自用嘅板條，又痛又脆，簡單又味飽。反轉日，我去到金門嘅金商前，以前人冇以啥食物，機會帶我去看在地嘅民俗文化。他茶这两面放的什么东西不要再猫了，过去一点。可不可以不要一直动哎？不行，他笑死我的了。Hello， 是拉拉吗对啊。？Hello， 哇！刚才是真的打，对不对？你动来动去啊。拉拉，你们现在在干嘛？我们在画叫什么脸谱？脸谱、杜甫。那这是为了什么活动吗？这是为了农历的4月12，我们叫做那个雅行红，是我们这个名称叫打花草。打花然后草这个是大部分正好有一些是要用，会有花车啊，然后可能是坐着的。那我这个阵头的话，小朋友全程都要用他们自己的双脚，然后走路这样。对。拉拉，这是你第几次画这个？第二次。第二次，那第一次是什么时候？昨天。弟弟有很多那个画的经验，知道哪边应该要再补多一点这样。也係拉拉前一排畫面譜，那幾條太未到從亞洲用啊，實在係動人印象。也在以前按照大花草，基本養生方法同技巧，才提嘅時候為大辦表演通操民間嘅鼓，地圖有山楂重要嘅角色。圖片面畫到亞洲面譜嘅男人，那等屬見優秀嘅生物，韓國宣傳腳譜當作家嘅花圃，為描繪法同家庭鬧熱，拉拉嘅老太此時是做男主角，圖片面不因畫面譜沒關咧。所以以前这个工作都是外公在做，对。然后现在因为外公已经过世了，所以就会变成你们正在学习这个过程。对。
就像我昨天要画这个，我先画在日历纸上面，然后再实体画在肚皮上。那你画在纸上跟画在肚皮上感觉不一样。甲起来对，哦，啊你若要嘛这手，你就知影应该碰。我们2个小时后应该算是被逼过来了，对不对？小时候就是觉得说，好烦哦，因为大家吃完饭就可以出去玩啊，在家里看电视啊，天气也算有点开始炎热了，然后我们就要必须吃完饭马上来这边，然后练习，然后每天就会练到8、9点才可以回家，所以心里一开始会有不平衡。小时候的时候，对，然后长大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就是了解这个意义之后，就觉得比较不一样。所以弟弟现在是画到哪里了？现在画到眼睛。眼睛，现在我身上的眼睛长怎样？圆形。圆形。我现在感觉就是有点羞耻的感觉。山现哪块，肚皮面困现现。我是拉拉第3摆画面谱嘅对象，有查拉拉去创作。基隆沙此时是天天阿姐讲，南门挂戏团去演出。阿姐讲是画重视。种土嘅西欧嘅面谱機千畫角，你下阿姐講係做新嘅，你下風俗明年嘅你困唔到咧，拉拉唔盼得大發草2年前是安樣冇睇咧，就等失困過嘅印象，卡比將佢畫出來，我你下未落心來調困啊。蠻可愛。弟弟，我覺得你這集太嚴格。離開廟後，拉拉太愛去老附近的金山橋街路，看到東島嘅古蹟老用料，原來跳擺金門嘅老主講，是一個新加坡馬來西亞落實，未將飲食嘅馳名風格帶進金門。這邊的話，我們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前面是有閩南式建築，是在地人才會走到這裡面。對。通常就是觀光客會走另外一條進來。這個洞就是以前戰爭留下來的彈孔。對。所以這邊打過仗。這邊曾經有打過仗。然後我們到了，這就是魁閣，然後裡面是祭奉着魁星爺。在高中的時候要考大學，我怕成績考不上。然後第二就是以後要念什麼系，我想要走的路有2條，那我不知道到底哪一條路才是比較適合我的。一條是幼保，然後第2條就是文化事業發展系，就是我現在念的系。因為我請示過魁星爺，然後他有跟我說走文化這條路是比較適合我的。哦，那跟台灣很不一樣，台灣會拜孔子、拜文昌帝君，然後這邊是拜不一樣的。因為我們金門最一開始的時候還不是金門縣，我們不能稱作縣，所以沒有辦法供奉孔子，所以沒有孔廟。一開始來的時候就只是覺得他是一位神明，然後我們祈求他這樣。但是我後來有念書，對文化比較一些知識之後，回來這邊就覺得就是會來看它的構造啊，想要了解說，那這位魁星爺的故事是什麼。現在要去利用那個微笑的街口。我的外公，然後我們都叫他雅雅，他就是有在做一些陣頭的表演。然後我小時候就生在這個地方，我也覺得這邊的建築物很漂亮。就是走路經過，不管是廟或者是宗祠，我就覺得哇，這建築好不一樣，好特別哦。在我就讀要考大學的那時候，是我外公過世1年左右，然後。在他過世的那個時候，第一一定會傷心，會難過。但是我想說，那他過世，他以前所留下來的東西，那誰要去傳？我沒有想要傳，但是我不想要讓他這個東西就這樣消失不見。然後，所以我就想說，那如果念文化的話，可不可以保留一些我想要保留的東西？我在台北就是吸取了很多文化，不同地方的文化知識，但是我覺得我最欠缺的。還是我自己家鄉金門這個地方的一些文化。
阿嬷他们在做的，那是画藕啊。所以这里也是你有小时候很多儿时记忆。我现在带你去看的是洪州金门有的猪肉罐头，这个。这个猪肉罐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它就是因为之前我们是军事基地嘛，然后食物都不易保存，所以就是放在罐头里面。那通常这个罐头你们会拿来煮什么？我们会把这个罐头拿来炒菜，或者是炒面。就是它只有我们金门的市场看得到。金门市场看得到。它不一定是每一家都有卖。的确在台湾没看过。糖甜辣辣嘅手感，清咸嘅爽，老红嘅毒嘅酱，共度多红相识，韩国家庭后生人嘅发条。我主编是看到民俗、巧向、老产地文化嘅多元容貌。那个蒋新燕，韩独图太好嘅细妹儿，对历史家乡安有热情，不爱上岛。今晡日，我會去西金門，曾經受傷的事件掌聲分眾。不過，對大膽、等順、到受傷，是為兩班中的事件。莫輔導村邊，也係拄到緊急的狀況，拄到莫離片，能把金門大橋通岔嘞。可能係吧。我對金門為東南有兩種，慢慢的行，給你行緊。也為你廈門長5公里，老金門大橋衝突強揚，氣度38號。看下過去，全係高天的材料，唔可能買唔到。兩條白是有個戰爭。接下來，我係去請提山沙細妹，佢嘅阿公阿婆是經過戰爭，此時印證是天天阿家婆都廟裡過年的，對金門文化嘅認識，還冇客家安多。嗨，應真。哎，鐵。凍球冇看到呢。真緊呢。係啊，我有聽說你這次是要來這邊金門做節目。算係啦，不過喺藝術家上去做嘅，唔係電視台啦，咩唔係公司喺藝去做，喺藝爸爸希望藝做嘅。哦，爸爸。係啊。為什麼？爸爸喺金門人啦。哦。唔過。我大伯就會講啊，我爸爸喺金門，唔過我唔係，因為我對金門冇乜嘅印象，就韓式嘅世界上是會談起講幾嘅安尼，啊我第一擺較霸權金門嘅世界，點都係因為有人搶我去廈門做事，啊嗰陣時我就喺廈門呐，啊唔係有條個望遠鏡嘛，我就想，哦佢就係我爸爸嘅故鄉哦，佢就係金門哦，嗰陣我一擺來到金門啊，睇嘅素材，聽錯我來嘅。我就想我來看下，到底有幾權呢？佢哋好濃人啊，好似我就會講阿公啊、阿媽啊，佢哋全部都喺金門嘅。啊，把喺啲都土貴重嘅糧食，爭去台灣土書。阿背面咧有因為佢係軍人，稱亞軍人，職業軍人。我有一擺佢就同我講我，佢落嚟高校啦，佢最尾嘅願望係希望佢做得
烧成骨灰之后，然后撒在金门的大海。汉生对金门无按到嘅感情嘅，迄出当俺爸同俺讲一件事情，係將提到講哦，雖然佢冇帶到金門了，不過佢對金門嗰種連帶嘅感情係冇斷鐵嘅。哦。到嚟我一直做嚟客家當道嘅事情嘅時節，有一擺我爸爸就同我講，既然做嚟按到嘅客家人是有想去做好路嘅喎，金門嘅喎。雖然佢係強強嘅講我行咧特技動態，可是冇按嚟貼皮嘅概述，阿爸講嘅數證，可能是做啲批掉我嘅唱不卡嘅迷思，佢真實嘅不嘅應該係金門。西金門罕看得到跳高嘅變樣，其中一隻樣體也係用來搞生存遊戲，冇強樣嘅係也從戰爭。唔會有上網，還不能搞到痛辣辣。這個就是我剛剛跟你提到，我要帶你來體驗一個那池頭洞好高、洞聖奇的水彈射擊。哎呦，我有看到哦，樹葉嘅係衝誒，biu biu biu。所以這裡現在都有一些裝備，但是只有我們兩個，你不覺得兩個人這樣打好像怪怪的哈？我怕我會贏太多，所以。為了不要我們兩個人自相殘殺，我有找到我金門剛認識的朋友拉拉一家人，等一下他們就會跟我們來比拼。哦。Hello， 拉拉。嗨，Ted。拉拉，這是我台灣的朋友尹真。你好。尹真，這是金門的朋友拉拉一家人。你好。有聽說。爸爸在這邊的職業是？他職業是刑警。那等一下要請爸爸手下留情一下。哇，爸爸只能用左手拿槍了。支竿右邊支竿，然後魔鬼的就是正面。趙教練手工用水來做火藥攻擊，打到喊唔會痛，喊用到用唔踢，前一秒大家喊動有力。冇面到，因那度蟲兒是氣到冇注意擦灑。Go！ 你们都死了，拉拉还有一条，拉拉，你要出来啊！去哪里了？雖然講唔會痛，但都還係痛到會過冇嗱。我們不是一去到那邊就先玩水彈，從那邊很直接的看到廈門，直接的感受到實際的距離。打水彈槍的時候，身體被水彈打擊的那種痛的時候，的確有一種仿佛自己真的在打仗，那種腎上腺素很想要贏，然後我要保護我的隊友，然後又在那個以前舊軍事建築裡面，的確很有一種，到底距離是什麼？是實際測量的距離，還是其實金門跟廈門早就沒有距離了？會有一種自己這樣的提問。
在想象我们刚刚玩那么剧烈的活动。不好意思，刚才伤着你了。啊，不会，你们有什么感想吗？一开始落嘅时候，想讲哇，阿公哦，阿嬷哦，是这个823炮弹这个经历存活下来的人，懂傻逼，懂风声。但是有一句话，富不过3代，我觉得我战斗力好弱。有听到你满分的尖叫。我觉得我们刚刚好像是以玩的心态，但是若是我们真的在战场中呢？那我们的心态一定跟现在不一样。就是要是换成真的打仗的话，我们现在应该没有手了。华泰哥好像还好，还好。我的在屁股，不好意思给你们看。家人好像是我的，就是最强的后盾。对。那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最强后盾，我们的靠山，就是爸爸。果真是警察确认无误了。情不自禁就想要待在爸爸后面，我就觉得妈妈好像没录音，就想要远离他，因为他又没录音。好好聊天可以吗？对。但妈妈现在很重要了。对啊，现在有没有觉得很重要了？就是有一种越来越饿的感觉。金门的春卷。对，春卷都在清明节左右。因为我们祭拜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总共加起来有7样的食材，所以才叫7饼。我看这个材料好像跟台湾的春卷有很大的差异。对。然后这个猪肉罐头的话，我们也是尽量把它就是剁碎，因为像这些料也都小小的。它等一下会整个让它这个汤汁融入到鸡蛋，融入到所有的菜里面去。其实这个肉我有问我爸爸，你看爸爸闽南腔黑金门，他在金门当兵或在外岛当兵，真的就是发这个猪肉罐头。然后1个月每个人会拿到1罐。那以前呢，阿兵哥都拿这个罐头来跟我们换面粉，或者是换面条。这就等于钱是吗？对。然后以前我们家是这个多到都要变成是我们要去跟杂货店换我们需要的那些食材。早期所有的食材都一定要先炒过才可以祭拜祖先呢。来，对，你看，我们先把菜装上去之后，这时候来，它就要派上用场了。所以在台湾其实是用花生粉嘛。是啊，金门就是就地取材嘛，以方便的为主，所以就用了工厂。就这样子把它卷起来。一场群众嘅新春游戏，一排新式嘅春卷 DIY， 来讲嘅相互嘅关系，两界世模嘅触强下，共一家嘅合家。这个味道真的很不一样，就像刚才讲的，就是在台湾吃到的味道是分开的。然后这个真的刚才炒在一起，就有小马姐说的山海那个猪肉那个壳，我觉得贡糖多了一个口感，因为它是捏碎的，所以有一些没有被捏到的地方，它咬下去就会有一种发滋的感觉。对，因为花生粉是全部都是粉末，没了。对，那华泰哥自己喜欢吃吗？对，不错，蛮好吃的。那你当初来这边，食物一开始就习惯吗？刚开始不习惯了，吃久了，老婆的手艺就慢慢的习惯了。其实刚开始来金门是那个高粱酒，高粱酒有时候1杯都吞不下去，现在千杯不醉，没有啦。其实该81年，警专时期毕业就，其实刚开始也没有想说来金门了。我们同乡的也是客家人，他想说没来过金门，他就赶快那相邀，就来金门了。刚开始就觉得有点寂寞了，之后就认识家呗，结婚生子之后就落地生根了，就没有要回去了。你常会跟爸爸回美浓吗？譬如说同学问你是哪里人，你会怎么回答？所以我就会直接跟我同学说我是金门人这样。但是在金门的时候，我会跟我金门的同学说我是高雄美浓的客家人这样。因为我本身不会讲客家话，我唯一会讲客家话就是那个欧巴，就是姑姑的意思。小时候回去都只会找姑姑。我觉得在国外我可以反而比较自在一点，因为回美浓我就会有一种身份感。我就是美浓人，我就是客家人，我就是必须要会讲客语，没办法讲这么流畅的客家话的话，然后有些长辈会就是不太想跟我讲话，会有一种算是歧视感这样。
谈到拉拉讲佢做米农嘅世界，我有一些嘅感覺，其實係做得理解嘅。雖然你帶到一隻素材，佢就行喺會應講，哦，人爸爸係哪片人就係哪片人咯。比如講捱好咧，捱爸爸係金門人，古種捱就係金門人。我說一次來啲係韓式嘅食一地杯啊，建立地杯嘅比地杯，萬是有人同我講過，捱係客家人。我是有同我家婆討論過一件事情，佢知道我想太多咧。客家人咩有你相理哦。嗰時候大伯我講，哦，我係李應整嘅時節，然後大家就講，我係哪位客人哦？我就講，哦，我係大苗栗啊，唔過我爸爸係金門嘅。哎呦，金門哦，我頭髮有啲嘅人做兵啊，跟住點乜嘅麼？我就單槍演佢講，啊，我唔知呢，我冇準時講呢。嗰時候，我係金門人壓力巴就變成一種壓力咧。现在一大早，我们该不会是要来爬山？哦，天山。其實亞嘅咧係金門人啊，一定會來嘅太武山，不是大武山哦，大武山在高雄，這邊是太武山。之前咧，我同我爸爸轉到金門嘅時間，我沒有來去亞嘅太武山，阿妹愛。我當時就決定，我不要再來第二次了。要不是這次帶你來金門，這次在金門跟你相遇。我是沒有打算再來第二次。這樣才剛開始，而且我也不是金門人。哦，真的嗎？那就先講了。沒有啦，還是要體驗一下啦。因為那條路哦，走唔得視察，他沒辦法開車。你聽錯就是會去送醫。那有時候你會看到一些路過的車，那些都是軍車，或是有事先提出申請的。加油！好。還有一狗哦。一狗。一狗，第一重狗。有開始回憶起跟爸爸來的。哇，現在想到都是臭臉哎。到了沒？還有多久？然後我爸就會說：喲，轉過去就到，轉過去就到了。啊，沒有哎，現在真的有一種我能感覺到你說你不想走第二次的感覺，已經那種汗都已經。太汗拍死汗，汗流滿咯。我嘴角講要兩句咧，因為我東江出汗。哎呦，冬天哦。還有幾個彎啊？阿爸嗰兩時你向下計時間，你就硬講，啊到了到了，阿爸就按你硬講。第三下就按你講咧。偏嗰種啊，大家就會講哇。其實鴉片就走得看到差不多半隻金門咧，所以裏面係金門人的私房景點。因為頭擺咩係因為軍事嘅關係嘛，老頭擺，我是有聽老人家講啦，頭擺嘅屋嘅色基本上就係古色。那我爸爸韓式嘅時節講嘅屋卡做唔得點火，然後還有經歷過要有窗簾，然後還有燈罩的那個時代哦。頭擺做起嘅時節咧，一般嘅金門人，佢哋細細家下係做唔得落嘅。一年365日就單槍應面，過年嘅時節，年初一哦，做得去山。金門其實咩較少山做得去啦，古時候佢哋就應日做得去山聽聽。啊，去到哪咧？去到嘅平漁站咩位？很多海印寺，就做得送來祈福啦，希望大年初一有個好寓意，平平安安，永遠順順利利。嗰個對金門人來講，也意義非常重要，因為你錯過了這一天，你就要再等1年，
张有基地的客山，糖豆鸦片还没做金门好嘞，1年只要爬1次。对，1年爬1次就可以。除了爬山，还上来拜拜，为什么会来拜拜？其实还有一个故事没同讲。其实我爸爸第1年初1嘅時節啦，佢就送來啊，一般人喺邊度愛保佑平安、順順利利。爸爸行世界下，我可以窮苦，我按到錢。嗰時候佢唔單止係送來哦，佢還會把當到嘅東西送來賣，就會買到買半日就嗬，送來到又開又甜、都市又油嘅人，家家村就會錢啦。但我對海印社還有個印象是，我細細嘅樣時。我們是有幫我一個算是平安符哦。我小時候其實沒什麼印象，我一直到去年來到海印社嘅時節，我才恍然大悟，就是那個它就是照顧金門小孩的一個平安符。那尹真你自己在台灣在苗栗也常常拜拜嗎？會啊，一般嘅拜拜係會拜瓜子咪會去，不過嗰種感覺有些人冇溝通呢。我同我家婆嘅感情非常好，自細就會給出台嘅，過年就是會拜拜嘛，會拜祖先啊，全家人都被阿婆喊去要拜拜，但是就我沒有。然後那時候就在房間，我就覺得很想要叫他。其實我外婆沒有不讓我拜哦，我外婆其實是好意，所以他就想說啊，既然你嚟某行，可以就50勾來，當勾來某相關。可是那感覺就很像是，對我好像是金門人。對我好像是姓李的，所以外婆無意識的行為，其實讓你更有感觸身份上的認同。很奇妙哎，因為其實我對於外婆的情感，或是對於苗栗嘅感情，可以喊卡都給。但是當我去年第一次回到金門，算是我有意識的時候，回到金門，反而有一種很不陌生的感受。係，一片呢就係古寧頭嘞，你看佢嘅屋嘅係安尼尖尖嘅。韓國大部分就係安尼矮嘅屋嘅，還算爸爸應該閒些嘅時間唔係帶安尼嘅屋嘅啦，家屋卡又冇安有錢，沒有係家屋卡冇安有錢。唔過假使佢冇走去台灣，我啲金門睇嘅話，應該當年我來呀嘅。素材去叫他查啦，唔過我依難想想呢，安尼我會變什麼嘅用嘅呀？我唔知喲。印真給阿爸動手為公道金門的事情，了解立場。印真希望好好去了解家畜，上來轉古年頭，以前一家嘅鏡頭。阿伯，家咋？這無聽誒。聽會到我愛去拜拜，啊，家廟地道。哦，好，沒關係。阿伯多謝哦。喂，村長你好。我是李尹真，然後我的爸爸是李炳友，然後我的阿公是李昭練，我想要來那個李氏家廟看看，不知道您能幫忙嗎？那你在哪裡？我找到了很多個李氏家廟，我現在在李氏家廟前。你好。
你好，你好。建筑对华人社会来讲是当自然的事情，不过认真，不需经过阿公坡，也摆进进门，还是挑一摆建筑。其实有阿公老阿爸大家名，才伫咧汉族艺术、本族主公。后代有才提嘅村庄田书，曾亲的到讲堂老阿公的派位，村庄算起来几下来很熟讲呢。你看，你是中实3、4、2房，那就是就是你们就是属于3、4、2房的这些义顺。阿公好像很有特色，就是腿断掉。那是咱的亲同。他是咱家己亲同。我今日来请我阿公的名啦，我嘛姓李。大家搬搬。就是啦，那你早跑那个早跑就是躲炮弹啊，吓死了。躲炮弹，然后就往外走啊，所以古龙头这是最近代史哦，真的很辛苦，很辛苦，对，那这些长辈都很辛苦，来，学姐，你爷的那个宗祠家庙就在这边。哦。但是里面的神主牌很多，这个就是意思一直传承下来，包括你爷爷在里面。你阿公的名字也在里面，真的吗？我来找找看。对，你看这间宗庙这个在重建，在民国79年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呢。哦，对啊，这个所以年代久远，那好像那天我看到，你看，你阿公李朝亮，有但是我阿公嘛招脸。对啊。石钉是哪还没有这么多吧？有啊，你看。家子孙吗？对啊，他的子孙啊。孙子也算。当然了，就是只要是男生，就都算在里面。对。对啊，然后兄弟结婚以后再生的儿子，如果是男生的话，超过耶。对啊，所以那时候应该是就是79年的。就是对79年应该是包括你阿公哦，算在里面就是10个男丁。我们这个宗族这个家族整建这个宗庙啦，还有殿安啦啥啦，都非常的慎重，算是最那个宗族里面的大事，一代传一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算是一个宗族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轨迹了。像我们古人头在这边，从开禧始祖到现在已经600多年了。开枝山也算是人丁非常的昌旺，在金门来讲，排名算是金门的第2大乡。遐片咧，迄阿公嘅牌位，大家还有请到佢嘅名嘅哦。佢啲79年嘅时节，有捐钱向下来装修因呢嘅家庙，我从大家还有看到，感谢阿公有捐钱，来张请得到。所以我迄头100来啦，不过甘肃起来1000钱呢。伫台湾嘅时节，乡里嘅人伊多，不过同俺无乜嘅关系。你看，鸦片，等，连等两当红嘅历史，你系俺嘅亲戚咯。第100敢讲，俺唔系应征呢，俺系李应征。今晡日系2022年9月初7，俺伫李氏家庙。
经过了白，认真亲准一家嘅景，拉拉系对了风土地有多多讲唔少嘅回忆。从规划人从下去越寒呢，是系记得嘅日子。杜摩话海嘅米囊，许多许多金门嘅花太高，一下咪系靠海落实嘅人呢。海瓜子啊，类似我们的金门的花蛤，就是类似海瓜子那样。哇，到一个了！那一只是谁两个？好小哦，这我跟你说，你舍得吃哦？我其实蛮厉害的哦。我阿嬷以前可是有采科证的哦。又要屁说古宁头，又要说家里有采科证，还有什么证？然后讲完就破功。那脚跨进来啊，那就背在背上，背在身上。对啊，利用这个力道有没有？力道去这样，它最主要是去那边有比较深的话，那个只要扣一下，你这样拖到，如果有声音，下面有扣一下啊，你就用脚先踩住，再去下去摸。一切都是军事管制区，对，81年就解严，那解严之后海岸线就有开放，不然以前要下来一定要什么采科证啊，一定要证件。那你们以前就常常来海边玩吗？对，常常。对，常常。哦，爽了呀，当做休闲。其实这个花蛤它的盛产期了啊，3月份到8月份。哦。除了早必备嘅沙巴，我看到拉拉老家爸嘅相处，就得感受到也细妹对阿爸嘅儿时老幸福。花太哥从条大店规划人来到了海顺搞了，子夜嘅关系当火咯，未当火咯。礼拜来到金门最后一道菜的想法，其实来自于2个女生，拉拉、尹珍，一个说自己是金门的客家人，一个说爸爸是金门人，但是自己又从小从客家庄长大，但是又做了很多客家的文化，但是好像他觉得他自己没办法说出自己是哪里人。我其实，在看到他们的时候，其实他们在帮我介绍，不管是老街，不管是在讲自己想要追寻的东西，其实眼睛都很有热情，很像这个火焰一样。那也更想借由这道菜，然后去跟他们探究更多他们关于父亲，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跟父亲也有好多相似的问题。那借由他们，好像也像一个镜子一样，看到了自己从来没有看过的那一面。亚白自己在吃到当地的广东粥的时候，我觉得是金门很有特色的一个料理。皮蛋瘦肉粥里面一模一样的材料，米、鸡蛋，然后皮蛋，然后瘦肉，然后芹菜，然后青葱，就是把所有皮蛋瘦肉粥里面一模一样的材料，然后把它去改变它的形式。原本粥是在一个碗里面，改变它的摆盘。我用那个高粱酒，然后里面加了昆布，加了从台湾带来的客家的萝卜干，想要用一些哈盖米西，让他们去吃到的时候能够了解客家的身份其实是自己找的。那我觉得我最后想要利用高粱酒，它可以点燃，然后来表现那种火的感觉。那我觉得火是有个很直接、很强烈的感受，在视觉上面，在嗅觉上面也会有个很丰富的体验。
上菜喽！好，你们现在可以闻一下这个味道。高粱。温度在我这次认识你们，我有很大的感觉。然后我想要请你们先吃吃看。这个米很像广东粥刚开始煮的时候的那种感觉。我只要皮蛋是吗？其实这整个菜要送给你们的，其实我是从广东粥和皮蛋瘦肉粥去想的。那个酒味对你们来说会太重吗？不会，觉得可以再重一点。真的吗？特别想这次为什么会用那个火，就觉得好像有一种就是我18岁了，然后我就是合法可以喝酒，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你们相处里面，我看到了曾经自己也曾这么迷惘过，但是真的跟着时间就会找到某个东西。其实我一直开玩笑跟大家讲说，我本来以为寻根之旅就是可以拉近我跟阿公阿嬷之间的距离，后来才发现我们距离真的太遥远了。有时候我们寻根以为是要拉近一段距离，但最后才发现其实是了解，因为我不一定要跟他们靠得很近，但我需要知道他们在哪里。或许就是刚才一上菜的时候蛮感动的是，我觉得他的摆盘让我想到金门，在一个大大的汪洋上面，然后有一个小小的岛，就像这样子，然后很丰盛，它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人文生态在那个上面，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我爸爸的家乡。高粱就是有一种土味，就是因为我只要喝高粱就想说路边的牛，然后会想到这样，对，就想到路边的牛，然后路边的草。可是刚刚真的那个有火配上这个饭跟肉，那种感觉就是很不一样。小时候我就不太懂，我就很好奇。那时候18岁交了一个男朋友，是偷交的那一种，然后就被骂得很恐怖。我妈妈又把我手机都丢出去啊，然后她叫我去跪那个跪的，就是公妈天，我不知道那怎么讲，我就会觉得说，好想赶快离开这里哦。就是那时候我才努力考大学，就是目标离开家。我不管那时候我就想说，不管要去哪，反正我就是离开家，我不想待在这里。这样。那现在真的离开家了呢？然后中间暑假回来，我就想说我想回来了。例如台北很常发生地震，金门是没有地震的。一开始我在台北的时候，然后发生地震，我就是好想，突然就很想哭，因为我觉得好无助哦。我好喜欢那个高粱跟米混杂在一起的感觉。它第一口会有点苦涩，可是当它碰撞到米粒的时候，会咀嚼出那种香气感。就是可能大家对于爸爸的形象都是比较严肃的。可是当今天你跟他提到什么事的时候，他是会有柔软且不一样的那一面。就是我们可能以前小时候，大家就是说啊，爸爸是树啊，或者是什么，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好好去认识他。就像你爸爸是警察，我爸爸是军人，所以其实跟他相处的时间并不是太多，所以我们透过别人的形容去认识爸爸这个角色，然后拼凑在一起。就像高粱，我以前不太喝高粱，我觉得很烈，但当他今天愿意跟米粒碰撞的时候，它是甜甜的耶，而且我觉得好香哦，因为你知道这一半有酒气，这一半没有，所以可以吃出那个对比。其实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你哭会让我有点反射到我自己跟家里的关系，这样。对，好像也跟你一样，对爸爸好像不是很熟。看到你这样，好像是不是这结束完换我来去寻根一下的？那就换我煮菜给你吃。
通到掠，爱为去面上老福卡人的关系，下摆市场甲顶台海，通到上共摸位，有一种感觉，是讲印尼是请一只法条，市场做巧，交通一滴一滴的来做仪式。行啊，继续下去，下站爱去哪呢？会拄到娘版的年轻，娘版的故事。那系睇的，来老李行变做一品菜。这趟旅程到了最后一站，然后时间也过了3年。那我觉得最不一样的是，我没有想到旅行可以改变一个人，不只是做了一道菜。我从来没想过一道菜可以让人哭，可以让人笑，可以让人留下这辈子最深的印记。那8趟旅程有8道菜，也是我8个人生中很重要的印记。原来一道菜真的可以让人找回什么是自己。原来旅行的价值从来不会是一个建筑多美，一道菜多好吃，而是中间你遇到的人，他带领我们看到了他的世界，他愿意敞开他心胸，愿意让我们进入到了他的世界。去体验他的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从国外到国内，其实我觉得命运的安排真的很奇妙。我觉得旅行真好，因为旅行除了认识一群人，也认识了自己。我想我们可能都会像这个高粱一样，需要时间去长大，需要透过旅行，需要透过阳光，需要透过人的滋养。最后，我们终能结成稻穗，给别人养分。我想，这就是我把旅行变成一道菜最大的意义在。